私人嘅嘢。咁我自己一路工作咧，其實同冇佢份嘅，我嘅工作我再重新澄清一次。因為咧據後期即係佢再散播出去嘅謠言啦，又話咩幫我剩嗰啲。嗱，講真，如果佢幫我會感激嘅嚇，但係問題係調轉咗嚟講，當其時我入去幫佢嘅，佢冇幫我不但止啦，嗰位男士係仲做咗好多襲擊損毀嘅行為啊，同埋呢個方。咁我自己嘅立場其實，你話我會唔會講真，如果我要做啲咩，我好多年前已經可以做，就唔需要到今日先去講嘅，因為都曾經係識咗10幾年。咁佢都可以咁樣做嘅，咁佢要檢討下點解去到呢個 moment 要逼到個女仔行出嚟啦，因為我再唔行出去 stop 件事咧，其實就算我行出去未必會 stop 到噶。咁所以就出文書去處理一啲叫做散播謠言中傷我嘅人啦，同埋一啲叫暴力嘅攻擊性嘅行為啦。咁呢啲全部都係佢家嘅人，咁佢都檢討下，睇下佢加咗咩人啦，同埋佢點解會認個人，然後去俾個女仔指使佢搞暴力。咁個女仔亦都係3番4次咁樣嚟滋擾我，覺得好犀利啦。包括都係嗰啲啦，公眾留言又有啦，係好中意公眾詆毀㗎嗰位女士嚇。咁咧，我需要同佢講，我係唔識佢㗎嚇，嗰位女士啊。咁佢嘅行為唔檢點就好明顯㗎啦。包括咧勾人哋識嘅人啦，明知人哋嘅前度喺度啦，專登去造謠啦，去搞人哋有紛爭啦，同埋專登咧叫人包裝佢咁樣行出嚟㗎。我係會講事實嘅，咩事啫？喂，損毀到我就會出聲，唔可以襲擊我啊，大佬係咪？咁我自己一路都太斯文啦。咁佢哋繼續喺人前偽裝㗎，各位先生同埋個包裝嗰啲女性。咁所以我就出嚟指明翻啦嚇，邊個係做呢件事嘅就唔該出翻嚟承擔啦。我唔想咧喺呢個咁漫長嘅歲月裏面不斷重複咧，係同一個原因咧去面對同一個襲擊佢家嘅人，同一個中傷佢整出嚟嘅手尾。即係佢呢個人咧，呢位先生佢做嘅事情咧，不論佢識任何女仔咧，係唔應該周到放火啦。咁佢自己冇檢討識咩人之餘咧，就同人一齊放火啦，就騰冷瓜跨人行撚到咁樣一大堆喺度襲擊。咁佢都因為佢嘅支持嗰啲謀害方咧，而做咗咁多損毀嘢出嚟，而令到導致有真正嘅實際上我嘅人身安全同埋，即係我之前真係入咗醫院啊嘛，因為太唔舒服，我太忙啦，佢又不斷喺度整啦，佢哋偏偏，我根本就冇時間去休息啊。咁另外仲有一點就係佢冇處理個手尾啦，然後繼續咧，由於佢包裝呢個方啦，令到啲人繼續襲擊啦，同埋佢到今天都係包裝啲所有襲擊損毀嘅方。咁我係有資格去講翻件事實出嚟嘅。咁我自己咧，由於我一直尋日咧本身嘅原因，我真係想同大家講，我自己唔係咁中意討論過唔過去呢樣嘢嘅。但係由於真係佢仲要調翻轉件事情嚟講，仲要係誣陷咗我，咩叫誣陷？即係屈啊，冤枉。仲好包裝當冇嘢咁行出嚟，真係同人講，佢淨係做損毀咯，大家明唔明啊？咁我自己唔係咁 expect 咩要唔要幫我，因為